堅尼地球頻道改革，4月1號至到7號係最後嘅過渡期。主台會恢復堅尼地球校長室國際關係同私人珍藏品主題。而想收睇獨家訪談，請進入會員區。經濟組全新節目，今個星期會喺新台先力正經首播同埋主台聯播。喺今個星期之後，經濟組節目只會喺經濟台出現。新安排之下，希望大家可以揾到各自有興趣嘅節目啦。呢度係一個用國際關係重新認識世界嘅平台，係情緒主導、立場先行、兩極化、消費個人嘅煩囂網絡。如果你都厭倦咗呢啲嘅雜音，請等我哋安靜思考30分鐘。呢度唔會灌輸結論，唔會強加於人，只會每日俾你一張睇通世界運行規律嘅權力地圖。今時今日，大家都知道1949年中國內戰嘅結局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喺北京建政，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去到台灣。咁但係有冇諗過，如果贏嘅唔係中國共產黨，而係當其時中國國民黨嘅一方，之後人類嘅歷史又會有咩改變呢？咁我哋講呢啲題目咧，絕對唔係純粹天馬行空啦，又或者唔係想講任何政治嘅議題啦，而係好多文學創作也好，又或者係所謂反事實歷史，即係 counterfactual history， 又或者而家近來比較流行叫做架空歷史都好啦，都係經常會思考呢一類嘅問題。咁諗一啲 counterfactual history 要嚟做咩呢？又完全唔係為咗所謂嘅抽水嘅。話說我喺當年讀書嘅時候啦，喺美國嘅大學嘅課程講好嚴肅嘅國際關係理論嘅時候咧，其實第一堂嘅導讀咧，居然就係俾呢啲叫做反事實理論大家去思考。咁所謂反事實理論都係會基於事實嘅，都係要好嚴謹嘅 sources， 即係唔可以齋吹水嘅。好多學者都寫過呢一類嘅文章。如果 what if 如果唔係咁樣，又會點樣咧？咁樣咁咩為之純吹水？咩為之係有 references 有 sources 咧？咁呢啲就係所謂學術界嘅規範同埋一般小說下文學之間嘅分野。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流行文學咧，都係好守規範同埋都係好嚴謹嘅。咁講咗咁耐啦，今日希望介紹嘅一個題目咧，就係講緊如果國民黨贏咗呢場中國內戰，咁之後會變成點樣咧？中國大陸或者係而家嘅中美關係，如果仲係中華民國管治緊成個中國版圖嘅，咁又會係點樣咧？香港嘅未來如果係中國國民黨贏咗場內戰嘅，咁今日又會係點咧？要思考呢啲嘅題目啦。我哋今日希望介紹嘅咧，就係一本我自己好喜歡嘅書，作者咧係一位我好喜歡嘅作家咧，就係陳冠中先生。佢呢本書咧就叫做《建豐2年》啊。咁入邊就係講緊一個虛擬嘅歷史啦，但係其實入邊有好多隱喻嘅。大家如果仔細睇咧，係會充滿驚喜。佢出版咗呢本書之後，其實我喺唔同嘅場合咧都介紹過，亦都做過一啲訪問係關於呢一本書啦，亦都同陳冠中先生討論過好幾次，究竟佢呢度點解咁寫咧？嗰度點解咁寫咧？咁有啲就有啲留白嘅，咁越讀越有味道。咁當然啦，因為而家陳先生咧仲喺北京啦，咁而家即係全世界形勢又唔同啦，香港有國安法啦，咁所以任何留白嘅地方咧，咁我都唔會喺呢個公開加以補充，但我就喺會員區啦有講我自己一啲睇法嘅。咁我而家希望喺嗰個大眾嘅平台啦，就純粹我一個簡單嘅導讀，講下究竟佢呢本書點樣去推論，如果國民黨贏咗中國內戰，世界局勢特別係國際關係，即係我相對比較熟悉嘅地方，究竟會有咩影響？如果大家想進一步思考一下同香港人嘅關係嚇，即係呢本書所沙盤推演嘅結局嘅關係咧，咁就留翻 internally， 我哋先至慢慢傾。咁我哋睇下建豐2年究竟點樣講呢個平行時空嘅世界。講到架空歷史嘅小說啦，喺西方其中一套最著名嘅咧就係叫《高堡奇人》，係嚟自作家 Dick 嘅作品。咁喺近年亦都改編咗成為長篇嘅電視劇。而同類嘅情節喺東方世界好明顯因為種種原因啦，就好難成為劇集嘅。但係書都已經係非常精彩。
陳冠中嘅建豐2年新中國烏有史，簡單嚟講，佢嘅時代背景就係假設中國國民黨贏咗國共內戰，擊敗咗中國共產黨，跟住49年呢場仗打完啦，不過係政府逆轉咗。喺嗰個世界30年之後嘅1979年，當其時嘅中華民國同埋全世界會變成點樣呢？無論你覺得入邊有幾多地方你諗到一啲借古諷今啊、借虛諷實啊，又或者係自己對號入座等等都好啦。小說就係小說，但係小說亦都唔可能完全抽離於現實。關於呢一本書對中國嘅一啲啟發啦，就好多朋友都講過，但係我諗我自己最有興趣嘅部分咧，都依然係國際關係嘅角度。國民黨贏咗國共內戰之後嘅世界，根據陳冠中先生嘅推想，會變成點樣呢？而我又點睇佢呢啲嘅國際關係推想呢？根據小說嘅情節，國民黨統一全中國之後，係會同蘇聯持續冷戰嘅。咁呢個好順理成章啦，冷戰都依然會出現啦。而世界都依然係兩大陣營啊，而蘇聯繼續係共產黨嘅蘇聯啦，咁當然就會同中華民國關係就係處於敵對關係啦。咁而中華民國亦都繼續係美國盟友等等。但係陳冠中嘅小說係會推論一個統一咗全國嘅中華民國同蘇聯關係咧係唔會太差嘅，因為斯泰林係一個非常之冷酷無情，亦都好務實嘅現實主義者，淨係講利益主導。所以當佢認為中國共產黨都打輸仗咯，即係你冇咗利用價值啦，咁佢就會寧願國民黨嘅中華民國好似印度咁樣喺冷戰稍為中立啲，總好過向美國一邊倒。而如果蘇聯唔係過分壓迫呢個打贏咗嘅中華民國，咁佢又點會完全倒向美國呢？呢個就係呢一本小說嘅推想。而歷史上嘅斯大林其實咧，亦都唔係唔想中華民國喺中國大陸保存一定嘅元氣。根據史實啦，佢都試過好幾次叫毛澤東嘅解放軍啦，唔好越過長江，咁寧願南北分治。對佢嚟講，亦都會希望用呢啲方式去制約住中共嘅壯大啦。咁所以蘇聯喺共產陣營先至係永遠嘅領袖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斯大林喺歷史上係務實嘅，同埋亦都冇好絕對嘅咩係自己人咩係敵人嘅關係，佢只係講求自己嘅利益嘅啫。呢一本書就會推論啦，蘇聯一方面係要以北韓、外蒙古即係蒙古人民共和國啦，同埋佢策動咗已經成功獨立嘅東土爾其斯坦嚇，作為牽制住統一咗嘅中華民國嘅三大支點。另一方面，佢又會主動去示好。咁點示好呢？根據小說嘅情節啦，佢就會將已經打輸仗，跟住已經係流亡去到蘇聯遠東部分嘅海參崴呢一班走投無路嘅中共領袖咧，全部再放逐佢哋去西伯利亞。咁咧就係向統一咗全中國嘅蔣介石示好啦。反正呢一班人冇利用價值啊嘛。咁根據小說嘅情節，毛澤東咧更加係孤苦伶仃咁樣死喺克里米亞。咁呢啲際遇咧，其實並唔係完全天馬行空嘅，因為蘇聯其實都曾經用完即棄過好多國家嘅共產黨領袖，當佢哋投奔蘇聯，最後可能就會俾人安置去一個山卡拉嘅地方啦。咁根據佢嘅小說啦，亦都會推論韓戰係繼續會爆發嘅，但係中國咧就唔會再即係當時嘅中國就係中華民國啦，就唔會加入蘇聯嘅一方啦，就會加入美國嘅一方啦，係支持南韓啦。只不過佢嘅作戰係有限度嘅，就唔會好似正史嘅解放軍唔出自己名，跟住當係志願軍咁樣去大規模支持北韓，呢件事就唔會出現啦。帝國嘅定義就係嗰啲邊界含糊啊嘛，佢根本係容許好多唔同嘅民族同埋文化共存先叫到帝國，否則就去返民族國家啦，即係自己啦嚇。咁但係而家呢個模式好似將中國嘅秦朝嘅制度擠翻出嚟，即係全部變晒行省咁樣直接管理咁。咁呢個的確就算喺中國歷史上都未必係唯一嘅選項嚟嘅嚇。陳冠中嘅小說認為喺現實世界，即係我哋呢個世界啦，無論係亞洲嘅經濟大龍，即係日本啦，又或者係四小龍，譬如話香港咁樣啦，都係靠韓戰嘅發戰爭才啦、白手套啦，走上興盛之路嘅。
咁假如成個中華民國當其時已經係承擔咗呢個大白手套嘅角色，咁亦都係歷史難能可貴嘅機遇喎。咁如果呢個白手套嘅角色或者係發戰爭財嘅角色已經係俾中華民國承擔咗啦，咁即係話日本喺二戰戰敗之後嘅復興速度咧就會大為減慢啦。而英屬嘅香港亦都會好似呢一本小説所講，經濟唔會好似以後咁繁榮啦，亦都唔會有咩亞洲四小龍嘅命運。經濟既然發展滯後，咁佢可以點樣維生呢？就只能夠成為一個走私港。咁當然啦，真正嘅香港都會有呢個 function，但係如果純粹係靠走私揾食，咁成個地方嘅地運啦，或者係佢嗰個國際嘅價值咧，就會低咗好多。咁亦都唔係全部天馬行空嘅。喺正史講翻，香港曾經附近有幾個姊妹港啦，大家最熟悉嗰個係澳門啦，葡萄牙管理㗎啦。咁而家嘅湛江啦，就係以前叫廣州灣，就係由法國殖民統治嘅。咁廣州灣基本上就係一個走私港。咁蘇聯咧係唔會放棄弱化中國嘅政策嘅，無論嗰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定係中華民國。咁所以咧，佢嘅政策就會係喺中蘇邊境製造更加之多嘅所謂嘅 buffer state 緩衝國。譬如話陳冠中嘅預言呢一點非常有趣，佢係會扶植中共嘅高層喺東北好有勢力嘅高崗，同埋十大元帥之一嘅林彪喺東北建立另一個人民共和國。跟住咧就製造好似日本侵華之前嘅滿洲問題，咁即係話要分裂中國啦。跟住中國嘅反蘇民族主義咧就會非常強烈啦，就唔會咁容易走第三道路，會非常之憎蘇聯。咁佢呢個推論咧，亦都唔係完全天馬行空嘅。高崗喺50年代就成為咗反革命集團嘅主犯，咁係被批鬥啦，跟住佢自殺身亡啦。咁官方話佢自殺啦，點死亦都我哋唔知啦嚇。咁而東江曾經咧就叫做東北王嘅，亦都係其中一個副主席嚟嘅。咁呢一單所謂高瑤集團案係中共建政初年一單好重要嘅權力鬥爭。而林彪就係同高崗長期喺東北合作啦。咁而最後咧，佢亦都係喺文革期間，雖然成為咗2號人物，跟住咧亦都係臨時倉皇出逃，跟住咧就墜機身亡。咁即係話高崗同埋林彪同蘇聯嘅淵源咧，確實都係好深。咁只不過呢本小説咧，就用呢一個線索進一步借嚟發揮。再者，如果冇咗中共，咁對冷戰有好大影響嘅現實世界發生咗嘅事情，即係中蘇嘅分裂咧，就唔會出現啦。如果中蘇唔分裂，其實共產陣營咧又唔會咁大分裂咯，因為冇一個國家中國咁大可以同蘇聯嘗試去平起平坐啊嘛。咁如果各國共產黨都唔會大分裂，咁即係話蘇聯鞏固呢個陣營就會容易咗好多啦。咁斯大林之後嘅領袖，一個相對冇咁冷酷嘅赫魯曉夫，佢就可能會集中精力去搞好經濟。咁蘇聯喺冷戰時候咧，又可能會有比較大嘅優勢，即係唔使嘥嘅資源同中共爭啦，又唔使嘥咁多資源，純粹搞軍備競賽啦。咁呢個亦都係陳冠中一廂情願嘅想像啦，當然係。根據小説，咁喺中國西面又係點樣呢？根據小説嘅設定，中國西面嘅邊境就係新疆獨立咗之後嘅東土耳其啦。當然啦，呢個講緊平行時空嚇。咁如果東土耳其係獨立，根據呢個小説，咁當然中華民國係唔可能承認啦。正如中華民國亦都唔會承認外蒙古獨立嘅。咁所以呢個東土耳其咧係好難加入聯合國啦，就好似而家嘅科索沃咁樣。但係小説係會預言中華民國治下嘅西藏 de facto 實質上嘅一國兩制係會得到成功。咁所以咧，中國即係中華民國啦，就同印度係唔會有主要嘅邊境衝突。而呢個西藏一國兩制又會成為吸引東土耳其即係新疆咧回歸嘅樣板。咁即係話中國嘅西部邊境咧係會相對穩定嘅，同而家世界咧又會比較唔同。咁當然啦，西藏一國兩制有冇可能成功係另一個課題。新疆係咪可以咁樣分割出去，又會想人生回歸？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但係呢個就係佢嘅想像啦。咁而西藏問題好有玄機嘅，究竟佢點樣演繹呢？咁一陣間我哋會再提啦。但係就算解決咗西藏問題，中華民國呢個政權啦，同印度、阿拉伯國家等等西邊鄰居嘅關係咧，其實好難好似陳冠中嘅小説咁樂觀。喺現實世界，國民黨同共產黨一樣，都唔承認英國人畫出嚟嗰條叫麥克馬洪線啦，即係同印度嘅邊境。而印度獨立之後，面對內戰之後嘅中華民國也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都會憑住自己新興國家勢力同埋民族主義嘅上升去出兵藏南地區。就算冇現實世界，西藏達賴喇嘛投奔去咗印度嘅達蘭薩拉，建立小西藏，去牽制
曾經都叫做有一啲一國兩制嘅華西藏，但係相對於親美嘅中華民國政權，印度可能就會更加傾向蘇聯。現實世界，印度話不結盟，但係其實同蘇聯關係都已經好好啦。但如果成個中華民國喺平行時空啦，都係美國盟友，咁印度如果係同中國唔啱嘅，咁更加倒向蘇聯，就係一個邏輯嘅結論啦。咁即係話中國嘅冷戰主戰場咧，就變成咗以印度作為主要嘅對手，中華民國親美，印度親蘇，而嗰條線中印邊境咧就係亞洲嘅鐵幕。呢個咁樣嘅平行時空咧，其實好似好難想像啊。但係中國同埋印度確實係打過邊境戰爭。雖然中國嘅民族主義者啦，通常就唔係好當印度係主要競爭對手，但係如果成個古仔喺印度嗰邊翻譯一次俾佢哋聽，就會覺得好啱聽，因為印度從來都係會視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亦都係印度民族主義一個好重要嘅宣泄嘅對象。至於新疆，即係所謂土耳其斯坦獨立啦，根據呢一本小說嘅推測，就會好似蘇聯嘅5個中亞加盟共和國咁樣，即係哈薩克啦、烏茲別克啦、吉爾吉斯啦、土庫曼啦同埋塔吉克啦，加埋呢個東土耳其斯坦，就會連成一體，變成咗喺蘇聯影響之下嘅伊斯蘭陣營。而當呢啲人民要反抗蘇聯式嘅極權激進宗教主義咧，可能就會提早出現啦。即係今日我哋見到嗰扎曾經出現過嗰啲蓋達啦、ISIS 啊，咁可能一早就出現咗啦。咁對中國有咩影響呢？就係會令到謀求恢復翻新疆領土嘅中華民國政權承擔住一種角色，就係支持呢啲激進主義去挑戰蘇聯，咁咪即係支持恐怖主義或者恐怖組織啦。咁跟住成為咗中華民國嘅外交定時炸彈。咁其實入邊我哋講咗好多個概念咧，係好現實嘅，因為係近代先至有，譬如話 ISIS 呢啲啦。但係如果你 trace 翻佢嗰個，即係追溯翻佢個意識形態或者係嗰個根源咧，可能咧真係要追溯到咁古遠。而陳冠中嘅小說將而家嘅一啲形勢再倒退翻幾十年，再去擺翻喺嗰個平行時空咧，呢啲就係好精彩之處。可能真係要同地方有關嘅，就再2代後好難講係嘛？如果你去咗英國，咁係咪咁呢？咁除非香港本身仲係好有魅力，咁本來就係可以嘅，因為我哋嗰代就係去移民啊嘛。溫哥華譬如話，咁溫哥華佢哋父母同子女喺溫哥華都睇翻香港電視，永遠做以香港嘅有啲咩發生為必須知道嘅。咁嘅情況就或者仲可能維持到好耐，即係雖然去咗溫哥華都仲有翻啲香港味。咁但係如果佢哋對香港成日都用一個時代結束咗，又一個咁嚟到諗或者終結咗，咁唔想再睇翻，唔想再知道香港，咁就可能好快就冇。根據小說啦，國民黨打贏內戰喺中華民國嘅南部咧，都好似而家我哋嘅世界咁啦，同東南亞各國係會有南海嘅領土主權爭議。而呢一本小說咧，亦都安排咗一場國民黨嘅中華民國去打嘅同越南嘅戰爭，都係叫情越戰。喺佢嘅筆下，為咗支援美國，中華民國會襲擊共產黨控制嘅北越，但係就唔夠打嘅。但係北越咧有咗中華民國嘅牽制咧，又冇咁能夠全力去出擊南越。所以南越呢個親美嘅政權咧就可以保存，即係話南北越咧就可以長期分裂落去。因為現實世界嘅北越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盟友，因為最初係啦，咁所以咧就冇後顧之憂，就可以完全向南揮軍。但係如果佢嘅北邊係一個對手，咁佢本身可以生存都已經係唔容易啦，又點可以成日都話要統一全越呢？當然呢個假設係有好多嘅變數嘅，因為南北越之間唔係淨係得嗰條好狹隘嘅邊境。亦都可以通過側邊第二個國家嘅深南嗰度走落去南越，所以係南越難守嘅。但係我哋先唔理呢一個部分啦。如果南越喺平行時空可以保存，即係到今日為止，如果越南都係南北分裂嘅，南越咧都係存在嘅。咁而南越隔離嘅柬埔寨、寮國等等，本來都係王國嚟噶嘛，可能就唔會經歷過赤化嘅階段，赤柬唔可以上台，人類最慘嘅悲劇係唔會出現。但係如果中華民國軍隊去入侵北越，咁其實又會加劇咗東南亞國家嘅排華反華嘅情緒，咁成個中國喺東南亞嘅影響力咧，可能就會有好大局限啦。如果中華民國係出兵越南，但係又有外蒙古啦、東土耳其斯坦去未光復嘅話咧，咁就即係話要多邊作戰啦。
咁亦都唔符合國家利益嘅。相信根據呢本書嘅推敲啦，就唔係蔣介石父子嗰個政權願意冒嘅風險。何況就算越南共產黨軍隊係輸咗，當時國民黨咧仲唔係可以完全打一統，亦都有好多軍閥啦。佢哋嘅南方軍閥，譬如話兩廣嘅桂系啦，亦都會保留實力，更加好難會支持同越南好大規模咁樣作戰。所以咧，更加合理嘅推測就係面對越戰，中華民國都係做一個姿態，跟住咧有乘機去發展爭財啦。同南北越雙方咧都應該會有往來，亦都會乘機去擴大影響力，確保南越北越繼續分裂。就好似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待南北韓一樣，其實南北韓都同中國建交啦，南韓亦都好依靠中國嘅經貿啦，而北韓就係中國一個好重要嘅全方位嘅所謂盟友啦。咁其實兩韓分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固然係有利啦，兩越分裂對統一咗嘅中華民國可能都係好有利。有咗呢啲背景，共同開發南海呢啲咁嘅口號啦，反而就變成咗可能啦。因為中華民國同日本又冇咗而家嗰種嘅衝突，南海咧就唔會容易成為潛在世界大戰或者文明衝突嘅焦點啦。而陳冠中嘅小說最有趣咧，就係提到呢個統一咗嘅全國嘅中華民國嘅東部啦。佢認為只要國民黨繼續管治中國大陸咧，美國將琉球群島歸還日本嘅時候，中華民國呢個政權好早就會名正言順咁樣推動民族主義嘅保留運動，唔係保釣啦，就成個琉球咧都要保嚇。但係現實世界保釣呢個議題，其實兩岸政府最初都係唔出聲嘅，唔同嘅原因啦嚇。一邊就係搞緊文革，好忙唔得閒；另外一邊亦都係要依靠美國，唔想製造咁樣事端。所以保釣呢個議題最初係由喺美國嘅留學生嗰度展開，跟住香港去 second，慢慢先傳翻去兩岸嘅啫。但係現實世界保釣嘅焦點喺釣魚台，但係平行時空，成個琉球都會成為中華民國要求光復嘅對象。由於當其時中華民國嘅勢力會比70年代嘅兩岸政權大，美國係需要將釣魚台同埋琉球最接近台灣嘅與那國島咧，都係交俾中華民國嘅。但係佢哋就會成為咗緩衝區啦。與那國島根據陳冠中好有創意嘅想像，係會成為一個人嘅公司基地。呢個人咧就係船王董浩雲，佢嘅公司就東方海外啦，佢總部咧就會設喺與那國島。而董浩雲咧當然就係董建華嘅父親啦。咁根據呢個平行時空嘅劇本，咁董浩雲做咗與那國島嘅實質上嘅島主，咁董建華會唔會再成為香港特首咧？仲會唔會有香港特區嘅出現咧？董建華仲會唔會成為而家嘅全國政協副主席？如果當其時係中華民國政權，其實佢會唔會成為咗類似嘅職位咧？咁畢竟董建華、董浩雲家族同中華民國現實世界係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嘅。咁究竟喺平行時空又會點咧？咁呢啲大家只能夠自行想像啦。但係蔣介石政權都係一個民族主義嘅政權，都係會繼續用光復琉球嘅口號咧，去作為自己爭取民意嘅基礎。於是琉球問題就會成為中日兩國嘅爭議所在。而家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實嘅政權咧，亦都開始嘗試將琉球問題提出。所以某個程度上，平行時空同現實咧係好難分得清。喺我哋嘅現實世界，同日本有關嘅和約，二戰之後啦，都係美國話事嘅。而兩岸政權咧都唔係舊金山和約嘅簽約國。但係如果內戰之後中國好快就恢復統一啦，而呢個統一中國嘅代表當然都會簽呢個舊金山和約啦，咁佢嘅聲音咧就會變得比較大，好難忽視。而條約嘅內容咧，亦都相信係會對中華民國更加有利。就算美國依然係個條約嘅主要持份者，當時中華民國嘅外交同埋國際法專家係已經好多，一定係會比同時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際法專家多，所以就會識得點樣去條文嗰度討價還價，亦都唔會容易出現琉球問題成為釣魚台問題呢一類實質上出現咗嘅歷史懸案。少數認為，一旦國民黨嘅政權可以保住琉球嘅美軍基地，當然就唔可能俾國軍共同進駐。於是中華民國喺當地就會不斷提醒當地人，琉球王國咧以前係點㗎，跟住獨立自主㗎，你哋有主權㗎等等，同中國好 friend 㗎。於是最後琉球託管完之後咧，可能就會俾現實世界有更加大離開日本嘅離心力，亦都真係可能會復國，就會成為中華民國同埋日本之間嘅緩衝國啦。但係其實蔣介石骨子裏對日本咧，亦都頗有好感嘅。佢亦都現實世界上招募咗一啲侵華日軍幫佢打內戰啦，戰後推動中日友好啦。咁所以無論點樣都好啦，中日關係都會比現實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政權咧係嚟得友善。對長遠嚟講，東亞共同體嘅出現或者整合咧係會有幫助嘅。
70年代嗰時根本係諗唔到97後點樣做。我都算係最早寫文講97問題嘅。我記得1980年我喺明報寫過篇文，當時明報都要寫話呢個唔代表我哋嘅立場，但係照登咗出嚟咁樣。咁我喺84年之前我都認為係咪可以多啲地方自治呢？我係用一個咁嘅態度嘅。咁再推演落去咧，其實有幾點係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啦。關於台灣啦、中國大陸啦、香港啦同埋西藏，咁啊一啲好貼身嘅問題就唔好連累陳先生啦。但係我哋講下佢最後一個，我覺得好有啟發性嘅構想，就關於西藏一國兩制。建豐2年講到國際關係觀，我自己認為呢一方面係最精彩嘅，因為可能係我自己相對最熟悉啦。佢入邊提過幾個模式，我曾經都喺啲學術期刊嗰度提出過。但係估唔到佢喺小說入邊可以講得咁淋漓盡致，所以睇嚟係令到我好有興奮嘅感覺。入邊佢提到烏克蘭模式、梵蒂岡模式、芬蘭化呢個概念，有機會可以逐個慢慢詳細傾。但係今次簡單嚟講，所謂烏克蘭模式就係話冷戰時代蘇聯聯合國係有3票，都係蘇聯嘅加盟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於是係主權國家喺聯合國嘅灰色地帶。所以梵蒂岡模式即係話墨索里尼獨裁者通過賦予教宗象徵式嘅主權，一塊好細嘅土地，即係而家梵蒂岡，等梵蒂岡成為喺意大利境內一個微型嘅主權國家，意大利就得到天主教廷全世界影響力，令到國力咧係有所增加。芬蘭化就係話呢個北歐國家成功抵禦咗蘇聯2次入侵，跟住喺冷戰期間保持中立，避免成為反蘇基地，取締境內反蘇嘅言論，換取蘇聯唔再進逼，最後咧就避過咗成為共產國家嘅下場，而家係全世界最富庶嘅國家之一。呢幾個模式有關我哋咩事呢？嚟到陳冠中嘅小說筆下又有咩發展呢？根據佢嘅預言，國民黨贏咗內戰啦，統一中國啦，咁依然要解決西藏問題，而中國民族主義就會成熟啦，因為本身中國國民黨睇返英文啦 ，Nationalist Party， 即係一個 nationalist 一個民族主義嘅國家嚟嘅，亦都喺戰前啦，現實世界亦都好參考德國嗰套。OK， 咁一個民族主義嘅中華民國係唔可能容許西藏維持一個實質嘅獨立狀態，但係國民黨對宗教係絕對比共產黨寬容嘅。所以小說推論啦，漢族藏族嘅高僧會喺兵戎相見前召開全國祈福大會，製造和談氣氛。咁有一個人係西藏歷史上非常重要、好有爭議性，個名叫做阿沛阿旺晉美，係西藏貴族啦。最後喺現實世界，佢係倒向咗中共，成為咗中共管治西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或者一個旗幟啦。但係小說會認為呢一個人當然都係繼續做翻西藏貴族，亦都係繼續會代表西藏同國民黨政府談判。最後傾出嚟嘅嘢咧，亦都會有類似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嗰個17條差唔多。咁其實咧就係中華民國之下嘅西藏一國兩制啦。陳冠中認為喺國民黨就算統一全國都好啦，依然會充斥住地方主義、派系主義，因為唔會好似中共咁強勢咁樣將完全地方主義取締。所以佢強行改變西藏內部結構嘅動力同埋能力咧，都係會比中共低好多。咁即係話西藏人民調翻轉啦，反抗大漢三民主義嘅情緒咧，又會比現實世界而家我哋呢個世界咧嚟得弱。另一方面啦，小說會預測，因為國民黨係美國同埋印度嘅盟友，而達賴喇嘛要令到西藏避免成為所謂反華基地，亦都會比現實世界容易達到呢個目的。於是國民黨就冇藉口要改變西藏嘅一國兩制啦。咁呢個就係所謂嘅芬蘭化模式嘅應用啦。雖然雙方嘅民族主義者都會希望撕毀咗17條，但係西藏慢慢就會現代化。達賴喇嘛嘅全球影響力咧，亦都會加強咗中華民國嘅軟實力。呢個就係梵蒂岡模式啦。教宗同墨索里尼和好，跟住咧梵蒂岡係意大利境內嘅一個微型國家，而意大利嘅宗教基本上咧都係梵蒂岡話事嘅。咁如果西藏喺中華民國可以扮演咁嘅角色，咁中華民國就有咗一個宗教旗幟咯。咁其實就會加強咗佢嘅國際影響力。而中華民國亦都會明白到，等西藏有一個唔係獨立國家嘅方式，但係又喺國際舞台有自己活動嘅能力咧，其實對自己係有好處嘅。呢個就係烏克蘭模式啦。於是就達到咗雙贏啦。西藏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成為咗解決未來新疆問題，甚至係香港問題嘅樣板。呢啲全部都係陳冠中嘅建豐2年嘅想像，係咪咁樂觀呢？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下啦。而咁樂觀嘅結局咧，當然就係小說先至會出現。
到80年代咧，我哋好似揾到一個方向啦，各方面都特別成功。咁啊變咗啲乜嘢係啱嘅路，或者乜嘢係多餘嘅，咁啊清楚咗。咁啊其實係收窄咗嗰啲選擇嘅。咁啊大家跟住個成功嗰個軌跡一路行，所以反而就到80年代之後嗰個同質性係強咗嘅，即係香港人個身份又強咗，個同質性係強咗，相對於。咁喺國際關係理論角度，可能性有幾大呢？我哋講下西藏呢一部分啦，淨係國民黨如果喺西藏推動土改、漢化等等嘅意欲呢，當然就會比共產黨低嘅。而佢亦都真係識得用宗教建立軟實力嘅，譬如話國民政府遷台嘅時候係帶咗唔少活佛過去啦。譬如話蒙古嘅張家活佛係非常之受到國民政府嘅禮遇嘅。今日咧仲可以參觀張家活佛個故居，亦都真係個待遇係會比留喺大陸嘅達賴喇嘛好好多。但係就算呢啲民族矛盾可以局部解決，就算達賴喇嘛係願意完全遵守中華民國呢個政制，唔接受一國兩制嘅土壤咧，都依然會存在，因為總係會有激進民族主義嘅勢力同地方上嘅冇既得利益嘅人結成一個派系，希望改變 status quo， 改變現狀，爭取自己嘅利益。咁全世界都會出現呢啲嘢，喺中國境內當然都會出現啦。就算西藏嘅權貴幾小心去用芬蘭化嘅方式維持自己一啲少少自治嘅空間，唔想激嬲中央政府，下一代都唔會容易接受，於是咧就會用更加激進嘅手段爭取完全嘅獨立。而新一代嘅中央政府領導人咧，亦都會用更加強硬嘅手段啦，嘗試去打壓地方，跟住慢慢始終咧都係會出現一啲長期嘅矛盾。如果中華民國係一個民主國家，咁西藏都會選出自己嘅領袖，咁又點樣確保到長期願意留喺入邊呢？而如果少數入邊嘅中華民國好似現實世界台灣嘅中華民國咁樣，最後都要全面民主化嘅，咁任何打壓地方主義嘅勢力都好容易又會被批評為反民主啦。咁究竟一個矛盾又點樣去理順呢？咁所以矛盾咧始終都係會存在，一勞永逸要解決呢啲問題咧，從來都係唔容易。無論係用純高壓定係純華右、純民主定係純獨裁，咁但係小說就係小說啦。建峰依然會認為西藏有咁好嘅結局，當然亦都係好一廂情願咁樣希望香港啦，都係有咁嘅結局。咁現實世界香港又點呢？建峰2年陳冠中去推想香港結局又係點樣呢？呢啲都係留翻喺會員區寫咗啲文章，有興趣嘅朋友不妨參考一下，自行解讀，又或者大家都思考一下喺平行時空嘅世界，今時今日我哋又會喺邊度呢？堅尼地頻道變更，Simon 將回歸主台堅尼地球，30分鐘國際知識地圖堅尼地球校長室將變更為國語頻道。另外開設經濟新頻道，馮智政先力正經頻道。國際夢工場，沉默嘅守護者，有一部印度大外宣嘅 Netflix 劇集。但係越睇就越有味道。國際港傳傳第1卷，美國與香港第25章，美國佔領夏威夷王國嘅香港因素，美夏互惠條約，國際關係深度評經典復刻，伊朗前總統內賈德嘅國內博弈2，國際港傳傳第1卷，美國與香港第26章。香港華人對夏威夷王國嘅善意同埋同情，國際關係深度評經典復刻，伊朗新最高精神領袖會係點樣產生呢？立即成為岑旭輝 Patreon 會員，閱覽完整文章。